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沙田堡第一线高架桥，顶个月20日时发生连接车载的钢条落落来，去焊破护栏。主本是评估讲要用2个月时间修理，也毋过经过抢修赶工，昨昏新北市长侯友宜去视察了后，宣布提早伫今日透早6点的时已经恢复全线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伫面册顶头感谢工作人员无眠无日修理，真辛苦。这件事故经过警方的调查，是连接车超载佮绑无安，造成钢条规个落去，焊破高架桥的护栏，佮焊到桥卡的2架轿车，加载是无人受伤。高架桥即马已经修理好势，伫今日透早6点恢复通车。也毋过事故，这个路段下边北面的道路即马也搁咧修理，这部分是按算要等到9月15才会当恢复通车。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检方侦办金华城案，民众党主席关文哲互法院无报请回，北检即马已经提出控告。另外，检方嘛继续侦办关文哲的政治献金案，昨昏是以被告的身份去约谈关文哲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到案说明。尾下李文忠是以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嘛爱进行电子监控。郭文哲政治献金案的关键人物李文忠，昨检方以被告身份约谈到案，暗示有令李文忠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加电子监控。除了郭文哲政治献金案，京华城用这案也继续伫咧调查。八审查过京华城案的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张光忠发文讲，伊当初伫咧会议上就提出反对意见，检方昨团伊出庭作证，先后请回。案件庞大涉及真侪人，检方追查到看守所，就审前台北市副市长片正新加省警警等人调查案情，辩护律师团追查下道地证，向台湾高等法院提控告。其实从我们过去从彭副市长的经历可以知道，说他主要应该是工程相关的专业啦。那我想这个和都市计划应该是有相当的差距，这样子。另外，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肖秀培被依照贪污多例罪嫌约谈到案，移送北检复审。肖秀培伫追查先后请回，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加大久。郭文哲也替肖秀培讲话，强调一份公文遮尔侪人签字，不应该责任拢撒互一个人，批评民进党变作新的党国体制。你们大概现在动用全部国家力量，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我也不希望啊，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什么叫有罪呢？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对郭文哲无报请回部分，昨尾案北检已经向高检提控告，高检上紧伫今日裁定，告示若北检发回警醒，伫咧羁押庭，双方会搁再进行辩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的天气会受受摩羯风台、高纬环流的影响，咱台湾的水气会较高。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明仔2天，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南部、恒春半岛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因若过到了后，伫中南部其他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日咱受风台沉降的效应的影响，伫西半部今仔日拢是高温烧热。气象署是有针对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新北、有新竹、台南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也若北部的高温，今仔日是有机会达到37度以上。7月底时，凯比风台伫中南部造成真严重的灾情，落水溪的即挖出海口的所在，沿岸的草啊，拢互风台扫了了。相关单位即马会赶紧伫中秋之前，甲755公顷的溪墘沙坡做一寡预防，要预防风培出海，做一寡预防风培沙的措施，来避免东北季风到位的时，风培沙伤食力。云林西里大桥下骹两边原本雨大水冲甲春沙土的所在，即马拢铺稻草起哩，要避免东北季风来的时引起风培沙。7月底，凯比风台扫过落水溪樱花村沙土的所在，为99公顷增加到849公顷。规个呢冲刷甲裸露地呢，裸露很大啦吼，裸露地变得有够大片。
啊，所以呢，公所这边嘛有甲社局这边反映的吼，惊讲这个扬尘的部分落地伤济，到时阵拍打击了，扬尘就搁起来。扣除有湿润不会造成扬尘的这个就落地以外啊，还有755公顷必须跟时间赛跑，赶快在中秋节之前啊，去做一些措施啦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大家分工那个就是预定了时间表，那我们来管控。4号分署表示，风背山防治范围为中沙大桥到出海口长差不多25公里，会分5区来做，包括用石木做600公顷，用水做109公顷，其他是46公顷。有环保团体讲，要用什么石木来做，会当搁讨论，避免像这届凯美风台中华沿海蚵仔病和官网砍掉，强被害了。因为要顾及扬尘，所以要绿覆盖嘛，就是要有更多的绿色植物来覆盖，就不会有扬尘。但是因为植物反而长得很茂盛之后，这次台风就吹到海边了。它可以选择比较，例如冰水菜，冰水菜它是一种比较软的，它泡久了会软烂。4号分署表示，凯美风台酸等中华沿海蚵仔病经过勘查，发现是瓜网顶食物甲砍掉造成的，不是稻草。目前已经用计划补助甲清除，希望在做防止风背山工程的事业，避免影响到饲蚵仔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在咸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作为发展部最近有过一定规模网络广告平台计算基准草案，符合2大条件的，一个是网络广告平台有刊诈骗广告的风险的，另外一个是独立访客超过人口5%，大约117万人的，就适用打击诈骗专法，有防诈骗的义务。作为发展部等收集意见了后，伫9月底会开始来实施，未来也会公告业者的名单，即马看起来包括 Google、Meta、Line 拢包括在内。来看联合报，有一份上新咱国人针对疼的认知的行为的调查，结果是显示讲18岁以上有5成，逐礼拜拢会感觉疼，的前3名是肌肉酸疼、头疼、甲关节疼。人口未挖1000万人，也毋过有9成的民众会疼的是拢是软疼，无去食药啊，嘛无去医生看。安尼若是长期落来，恐惊会造成大脑受损害。医药师工会即马就呼吁讲，若是感觉会疼1点钟来，就要紧食药啊。来看中国时报，照顾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全国的高中日配合教育部的政策，即马要让学生伫每学期拢有3天的身心调息假，会当透过线顶系统来请假，要来保护学生囡仔温书。台北市的教育局即马另外阁有设计关怀小卡，要帮助学生去了解家己身心的状况，来合理运用这个假。也毋过有议员是认为讲，安尼做恐惊会让学生感觉有罪恶感，唔加请假。来关心要换寒冷了后有流感，今年公费流感预防针和新冠疫情预防针对10月份要开始注射。疾管署是表示讲，今年流感预防针要提供5种品牌，是有史以来上侪牌子的，而且嘛有推出注预防针的电子系统，家长只要伫线顶签同意书，囡仔就当伫学校注射。新冠甲流感病毒一直变，今年秋冬疫情恐惊会阁起来。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会伫10月初1公布开始做。今年流感疫苗会依照世卫组织选读结果，采用 H3N2 疫苗株，也是泰国株的新几季疫苗。新冠疫苗是采用 JN.1 疫苗株。新的这个流行株预估会是 H3N2 的泰国株。那另外新冠的部分呢，预期会流行的是跟 JN.1 相关的，像 KP 或者是 LB 系列的病毒哈，那也是在新一季的这个新冠疫苗里面有涵盖。疾管署表示，今年头一摆提供5种厂牌流感疫苗，拢是4价疫苗，分别是国光高端、赛诺菲、GSK 加台湾东洋，总额大约643.7万剂。其中国光加高端疫苗袂当用伫3岁以下幼稚。另外，今年也推出疫苗注射行政电子化系统，家长只要扫 QR code， 就会当同时完成流感加新冠2种疫苗的注射意愿签署，互囡仔伫校园完成注疫苗。5种厂牌流感疫苗事实上都是经过食药署核准，而且都是安全有效的哈，所以建议是不需要特别去选厂牌。那如果说家长对于某一个厂牌流感疫苗特别希望小朋友可以打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到时候要再跟学校索取这个补接种单。
另外，开学啊，学童之间较接互动。顶礼拜长阿病毒问去进就医大概1.4万人次，疫情渐渐进入高原期。另外，老社群组也到红顶，我4礼拜老社群组通报大概98件，创5年同期新高。检验以裸露病毒占6成上侪，疾管署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洗手甲饮食卫生。如果中秋节过了后，疫情才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央是有补助学龄进前的囡仔有7摆免费的健康检查，但毋过一部分需要家长带囡仔去卫生所做。根据卫福部即卖统计，有超过2成的囡仔拢无用到这一项福利，所以屏东县政府即卖打算对这个学期开始，因来安排医生主动去幼稚园做健康检查，要来照顾囡仔的健康。对啊，发出啊的声音啊，好。对，3角形，答对了。医生甲护理师详细替囡仔检查，确定囡仔的喙齿甲目睭敢有问题。目前7岁正正的囡仔拢有7摆免费的健康检查，包括动作甲语言表达的发展。屏东县对这学期开始，会安排医生到幼稚园，主动替每一个囡仔做健康检查，了解因的身体状况。我们看到儿童的健检率还只有70%多，所以我们透过医疗机构，还有基层医疗，还有很重要是我们33乡镇有我们的卫生所医疗团队。那我想，就是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把资源跟人力的部分来做投入。因为早前父母拢按家己带囡仔去卫生所做检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有2成多的家长无使用到这项免费检查。113年，屏东县有17000多的学龄前的囡仔。今年卫生局就结合在地病院资源，按算今年安排102场的医生去校园，明年会扩大到198场。阮为今年开始，阮会直接来到咱的幼稚园，直接来做这个服务，希望咧咱会使达到一年拢做1摆的身体健康的评估。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小朋友来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健康检查，让他知道说他的各个发展。家长嘛表示，若是有医生到幼稚园主动替囡仔做健康检查，对因来讲是较放心，也唔免去走一抓卫生所，量早发现发展较慢的囡仔，也通把握黄金治疗的时间。记者邱昭勇，屏东报道。洛西亚伫昨昏去攻击乌克兰中部的城市内底一大军事教育机构，有造成51个人死亡，271个人受伤。罹难者当中嘛有阿兵哥，目前救援行动还搁在继续，乌军已经针对这件代志展开调查。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塔华军事通信学期，互俄军的能力大导飞弹射到，建筑物损害，也造成严重的死伤。这是今年俄乌战争内面伤亡上惨重的一遍攻击。社区媒体有现场的影片，看到涂家几具尸体，后边一栋损害正严重的建筑物，也唔知影片是真的也假。Зателефонував чоловік. Я якраз встала і вийшла в коридор. У мене дорожки піднялись на 20 сантиметрів. 乌克兰外交部讲，弹道飞弹发射了几分钟内就会当射到几落百公里外的目标，也就是讲，空袭警报才响无偌久，飞弹就到位啊！民众拢无时间找所在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骂俄罗斯是笨手，讲因爱付出代价，也希望西方提供更加侪防空系统，结果准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长程武器射击俄国的境内。Роботи зараз ще тривають, розбирають завали, залучені всі служби. Станом на цей час осінь буде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жливою для України. Для цього ми маємо посилити деякі напрямки в уряді, особливо зараз, у час підготовки до зимового сезону. 俄罗斯对这件攻击案无做评论。俄乌战争2年半以来，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用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力量愈来愈大。顶礼拜，乌克兰遭受到上猛烈的轰炸，目标是调向基辅。所来伫拜六，乌克兰就向俄罗斯发动超过158台无人机攻击莫斯科附近的一座炼油厂甲一个发电站。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政府伫9月初2的是因伫多米尼加扣押委内瑞拉总统的私人飞行机，而且指控这架飞行机是透过空客公司用违法的方式来买，违反制裁法。另外，为了要闪过委内瑞拉政府即马在限制新闻自由，因当地有100个记者甲因采访来的新闻交予 AI 主播来报。
美国司法部车日伫多米尼加考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私人飞机，指控这台飞机是透过总部伫加勒比海的空客公司，为福州以1300万美金，差不多是代表4.1亿非法购买了后，偷运出美国，用来提供马杜罗甲伊的亲信使用。美国表示，这台飞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甲制裁法，所以去互人扣押。委内瑞拉嘛谴责美国干涉别国的内政，行为甲海贼共款。Today's success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we continue to look at the corrupt practices of the Maduro regime. 有专家讲，这个扣押代表美国调查委内瑞拉政府贪污行动已经升级，而且美国最近嘛持续向委内瑞拉施加压力，要求立刻公布总统大选的具体资料，理由是烦恼马杜罗胜选的可信度。Fuimos generados por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pero nuestros contenidos sí son reales, verificados, de calidad.委内瑞拉无共城市、无共新闻平台拢总100个记者，甲因采访的新闻交由 AI 主播播报。根据路透社报道，为7月底大选，马杜罗家己讲高票连任了后，记者翕到这个选举无公平、抗议民众去警察排过程。马杜罗政府为了平息有争论的选举争论，用真严厉来镇压逮捕超过10个记者，其中互人逮捕的8个记者，恐惊要面临12年至20年的加牢生活。为了保护记者，特别找 AI 主播来支援。Como algunos comentaristas en las redes sociales han mencionado, es casi como una hibridación entre la tecnología y el periodismo que precisamente busca sortear la persecución y la creciente represión. En este contexto en Venezuela, como bien se conoce, a cada minuto hay una mayor exposición e incertidumbre de seguridad para el trabajo periodístico. 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伫社群平台 IG 表示，伫车日法院已经批准检方的申请，以犯下严重罪行的理由，对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发出逮捕令。反对派认为，这显然是执政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上新的行动。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纽约州州长政府幕僚长孙文和伊的翁婿、翁某2人，即马因为涉嫌做中国代理人，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涉嫌洗钱、签证诈欺，用这罪名即马互抓起来。越南的河内市区过去1礼拜新增加265例天狗节的病例，全市今年计共超过2500例天狗节的病例，目前是无传出死亡的案例。也毋过疫情即马搁在扩大，全市有120个疫区，内底有30个较严重，因为当地天气烧热，搁在落雨，所以疫情有可能会继续恶化。来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的加冈发生有犯人逃走的事件，这场动乱嘛造成120多个人死亡，内底有24个嫌犯是拍算要逃走的时互枪杀，佮传出有女性的犯人互性侵害，死者大部分拢是人打死人造成的。那根据资料嘛显示讲，这间加冈敢若会当关1500人，也毋过内底关12000人。来关心第79届联合国的大会，伫9月7日要举行。咱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体系，拢受中国阻碍。外交部就宣布讲，今年咱会有3大推案的规划，要甲重点放伫中国错误去解说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阻碍咱台湾去参与国际行动。咱嘛会请友邦替咱出声。Car manufacturers, tech companies, and even governments worldwide started turning to Taiwan for chips. 台湾伫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有超过90%的市占率，扮演带头的角色。外交部透过影片向国际说明台湾袂当伫国际部出席。If Taiwan were to step off the stage, I'd mean we'd have to step off the fast stage to a better world. 第79届联合国大会就要登场，台湾多年来争取加入联合国，stra互中共恶意阻扰。尤其今年陆陆甲咱国断交，就是引用2758号决议。外交部强调，决议相关内容无涉及台湾，中共无都代表台湾。台湾2350万人还是持续的被遗漏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那么造成这个不公不义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恶意的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的内容。
田中公宣布，今年参与联合国的3大推安规会，会延续过去8年的做法，透过稳健踏实方式，且友邦联名社配合联合国。另外，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顶礼拜结束，台湾作为法定伙伴，高达参与29年，所表示中共不是 PIF 成员国，是也要求3度联合公布中天台参与的内容。明年多是甲台湾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的所罗门群岛主办，外界欢呼咱国参与 PIF 恐惊受到阻碍。明年在所罗门开第54届的 PIF 会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遭受一些困扰跟阻碍。我们其实对太平洋的贡献，在过去29年是有目共睹的。针对中共想要摆脱台湾的国际参与，专批机会交流理事会认为，民主电影应该反制中共破乱成分的论述，才能凸显台湾是主权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北京企业即马互检调发现讲，涉嫌透过外资的方式，非法伫咱台湾设办事处，要来污咱台湾高科技的人才。而且为着要闪过追查，甚至佫要求咱台湾的员工甲健保转去工会，无都是寄伫亲人遐投保。调查官出动至少7个人搜查这间办公室，过来这大办事处，互检调查到幕后主导的是对方来。以长期背景的投资策略，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相关的顶尖科技人才。这间上海汉信科技涉嫌伫2环以外第3地成立空壳公司，甲中资引入台湾，伫台湾研发第3类半导体功率元件，佮污咱国内工程师的人才。检调阁发现背后大金主是中共财政部，也甲中国的大基金。这些公司都是以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的方式，在台成立公司或办事处。加假外资伫台湾设据点，毋若上海汉信，这部名单内原来有南方归国、南京之心、上海新尚美、水星新美，由中共国家企业的控股公司连续3年上中国电子霸强的北方华创，也有德间智能科技，希望能够带头来创立一个最大的 NLP 的产业。官方宣传影片伫谈理想愿景，注重人工智慧机器人研发的对华企业，也非法伫台湾抢人才。不过，检方发现，这届涉案的中资企业做半导体的较济，像台湾工程师前后超过100人。台积电的 CoWAS 或者是 Infor 这一类的技术，目前其实大陆还没有半个封装厂或晶圆代工厂所能够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电子产业链的工程师跟人才，尤其是半导体产业链，其实可以用熟幼大腕来形容。那问题就是说，好不好抓？要花多少时间抓？以及抓到了之后，法院要审多久？对华抢人才定定用的一大堆步数，为境外是来台湾险查缉，即马阁有新报简单成立办事处，要求台湾员工健保转工会，也是依亲投保。律师嘛分析，对华公开的抢人才，这甲执法机关证据调查困难，定罪率无悬，拢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去年底海军256舰队海虎畅水艦在这片水上演训的时发生意外，有3个官兵滑落海失踪，甲打人是还未找到。其中张兆玉是彰化人，彰化县府伫昨昏军人节即天，甲伊的拜位请入去中烈祠，感念伊高守本分、勇敢救人的精神。去年底发生意外，殉职的海虎畅水艦256舰队士官长张兆玉，又家属碰到伊灵位，为彰化县政府出发，一路行到彰化中烈祠。海军256舰队的兄弟徛几排，恭请张兆玉入中烈祠。我们今天纪念张朝一士官长，他在6月30号的时候，由总统赖清德先生颁发褒扬令。那我们为了遵从他的英勇救人的壮行。那我们今天入祀忠烈祠，也能让他受到后人永远的尊崇。去年12月底，海军256舰队海虎畅水艦在执行海上演训的时，因为救难浮标落去，官兵要修复却跌落海里，造成3位官兵失踪的意外。其中张兆玉是彰化花莲人，县府也伫军人节即天举办祭祀仪式，感念伊坚守本分、勇敢救人的精神。感谢咱所有的国军弟兄保家卫国，互咱有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那同时，今仔嘛是咱
海军士官长张朝玉入世的一个这个隆重的典礼，感谢伊对国家的这个贡献付出。那伊的冠属县政府嘛，责无旁贷，会个持续保持联络，互伊的囝儿4岁有法度好好来成长。入祀仪式由馆长担任主席，家属、国军代表、学校各机构陪祭，场面庄严隆重。随后嘛，分别伫国军中华中陵塔、中华军人中陵祠举行求祭典礼，感谢国军用性命守护家园，让人民有安乐的生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后个月10月是双十国庆，双十筹备委员会伫昨昏就公布今年的主视觉设计图样，是检定筹备委员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身选出来设计。不过，这届设计团队无挂名，也那英文的副标题是使用台湾，唔是用 ROC。筹备会是解说讲，希望这文字的意涵，互咱台湾会当未来愈来愈好。热烈欢迎莅临台湾立法院。接见台美商业协会访问团，立法院长韩国瑜身边放咱国国旗，伊是庆祝会主委，庆祝宽选的民国113年国庆主视觉也充满中华民国意象，以详细形状甲汤花组合，搭配红蓝配色呈现，中心主题是国会梅花，下面写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搁放咱国国旗，不过设计团队罕计无挂名。这次的设计其实它是由一群很年轻，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来创作完成。它是表明是以匿名的方式，那我们就尊重它。想起我14年的国庆主视觉，2010到2015年，由国民党籍的王金平院长筹备国庆，大部分的设计融合国旗、红蓝白配色。2016年到2013年，民进党完全执政，设计是较色彩多样。今年的主视觉有网友联想到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外头的 H 字样，民众看法也真无同。像那个衣服牌子，很像 H。其实我有点看不出来他想表达什么。对，有点像很多水管接在一起。对，有点像。不错，就是有把国旗的主要颜色都有显示出来，也蛮简约的。我觉得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丰富。我们这个图形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跟双十国庆，并没有其他的影色跟含义。另外，英文副标题使用台湾，不是 ROC， 也引起好奇。庆祝会解释希望分离有含义，毋望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强调以早7月国庆的文化总会，即摆犹原是重要会盘，袂无出席。不过我2年邀请外国乐队伫国庆演出是看袂到啊。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规划邀请国外的团体，国内就有深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庆祝会即次今年顺利开放500名民众入场观礼，9月7号到10日之间开放持有身份证的国民线顶报名，下伫20中到12点伫官网公布电脑随机抽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去年咱推动国民法官的新制度实施的头1年，咱全国有收到108件，内底有16件已经结案。不过，即马民间团体是质疑讲，这含司法院本地推算1年共有300件是差真济。而且民间团体嘛表示，政府1年编3亿外预算，所以算的平均一案就要开2400万。国民法官的成本是真粗。也那司法院是强调讲，所有钱拢用伫设备、教育和宣传，绝对无乌白开。双手风扣起来，细楼的年母姊妹啊，一前一后行路车，涉嫌甲1岁查某囡仔凯苦毒致死。经过检方起诉了后，会互国民法官做伙来参加审判。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正式上路，对去年开始有真侪件判决，一审拢是互诉人和职业法官来合审合判。但是司法院来公布新制第1档相关实施报告，全国受案量108件，审结16件，互民团质疑讲和原本有期的是差真侪。司法院去年编了3亿1千多百万的预算，整个都浪费掉啊！可以让新青安年轻人有30个人可以好好去买房子去成家，有可能是我们真实我们在去年我们的杀人案件发生率不高，或者是酒驾致死的
发生率不高啦。那万一不是的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来看司法院，当初是的目标预计当年收案会当有300件，但是审这上路第一档却是一半都无够。有专家阁质疑讲，对审结的件数来分析，国民法官的制度执行力干那5%，甚至中央编列有3亿外预算这么多，答案的平均成本要2400万，大卖官方资源的分配是不合理。经费的编列还有执行，除了国民法官案件之外，一般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使用国民法官的法庭硬体，还有科技设备。同时也可以作为模拟法庭以及法律戏剧借用拍摄等多功多元的使用效能。面对民团的指控，司法院回应讲，和去年比起来，今年到8月底收案量已经有109件，执行率嘛有起哩。相关经费的使用，包括法治教育的宣传、模拟法庭的演练和各项硬体这设备，因为法律的义务已经正省的使用，并无浪费公家钱。记者综合报道。铁路警察局交过初之半暝有接到台铁的台南站站务员通报，讲一台区间车第4节车厢内底，那亲像是行动电源导火烧，甲涂骹烧甲乌麻麻一搭一搭。警方赶紧到现场，毋过找无人。尾警方初之暗有找到涉案的这个查甫人，甲伊依法审办。台铁区间车的地板草被大家看得出来，迄当时确实有回收。只不过，当站务人员甲警方到场了后，发现当事人已经无看影。警方初日暗经过日，相关监视器影像锁定涉案真动向甲身份，查出是一位48岁姓柯的查某人所做的。审问了后，以公共危险罪嫌上班。此前供称，系因充电过热导致行动电源自燃现象，随即用脚踩灭火源，并将行动电源弃置于现场后进行离去。上述行为涉犯公共危险，全案将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认为嫌犯代志发生了后，应该较以抗电话通报代替，还是使用代替简讯通报服务。也毋过，伊煞家己离开，这也是涉犯公共危险罪嫌主要原因之一。即摆家己小起来虽然无造成重大意外，也毋过代替面对紧急事件时，也确实有标准的 SOP 处理流程。疏散旅客，然后如果有起火的时候，我们立即动员用灭火器去处理。如果发现可疑的物品的时候，通知相关单位。在这之前，我们会防止其他的旅客进到这个范围里面。行动电源家己小起来案件，常听到台南市消防局表示，民众一定要保持冷静，上重要就是移除4颗非开小起来物品，离火源较远一点下，搁用水降温。平时也爱定检查行动电源，敢是有毁损的状况。在状况允许的之下呢，希望可以去取得大量的水来帮行动电源做降温。那不建议使用一般的灭火器或者是泡沫灭火器，因为它的效果其实是并不是很好的。充电式电池或者是锂电池设备的时候，也要记得要常常去检查它整个设备的状况。丰小海的列车地板经过代替量算了后，是1305块，会依规定向肇事者讨赔。代替也已经进行清洗恢复完成了后，搁投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苗栗是有一个姓陈查甫人，几啊年前伊工厂倒去了后，有留真侪布油啊，伊无爱开钱处理，2礼拜来是分7届走去布岸边放火烧，烧物件造成空气污染，而且放火嘛违反公共危险罪，嘛互上班。布岸边的空地出现一台白色的小客车，8月30日环境2点外，72岁姓陈的查甫人，伫天色真暗的暗雨下，先弹本所在放火，过程拢有监视器翕到。地点就伫苗栗县万里镇邦里溪布岸边，警方巡逻发现这个火灾，先通知消防队灭火，所以伫500公尺外商业道路边掠到伊。这是油，杀虫剂不是这味道哦。邦里溪布岸边去年7月半暝烧粪扫事件正接，环保局甲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增设监视器追查。姓陈的查某人讲，车顶的罐装水是砂糖水，暗过去环境发现是汽油。另外，还有几落地甲弹条的粪扫同款材质的无用布料，看无大个瓶盖才承认放火。72岁郑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经员警仔细盘查询问，发现车内载有多包旧皮制品布料及汽油喷枪等物，郑男实坦承有纵火行为。针对露天燃烧行为，环保局将依违反空污法，裁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致行为人所剩余的废弃物，环保局将转介合格清除处理机构
以确保妥善合法处理。苗栗县政府是讲4地的查甫人伊的行李箱工厂离报换超了650公尺。2014年关厂了后，剩真济无用的布料，因为无想要开钱处理，就再去卡业界的空地帮回收。经过调查，伊将近2礼拜已经偷倒7届，总重量差不多200公斤。后续除了车互人查扣，还佫会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另外嘛，违反空污法，会当罚1200至10万块的罚款。目前仓库还佫有囤3栋无用的布料，后续会协助转介去合法处理机构清除。记者综合报道。对这个月开始，咱全台湾饮料店拢已经袂使使用塑胶杯啊。环境部嘛提醒民众，塑胶杯啊用煞，因为这塑胶杯啊内底有一层塑胶膜，所以爱特别回收，袂使含纸来当做同齐回收。纸杯啊回收了后，纸厂的业者会用分离的技术，把这塑胶膜含纸分开，再个循环再利用。也若袂使使用塑胶杯啊了后，咱国内一年会当减用7亿9千的塑胶杯啊。烧热的天气来一杯冰凉的饮料，足清凉。环境部伫111年开始推动禁止饮料店使用塑胶杯啊，台北市伫111年就开始落实，是全台湾上早实施的县市。如今台湾上尾一个实施的县市金门县嘛对咧落实，全国拢以纸杯啊取代塑胶杯啊的政策。那最早实施的是台北市，它从111年的12月开始就已经规范了。那最后一个是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金门县也实施了。那我们预计每年可以减少7.9亿个塑胶饮料杯的使用。那违反规定会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不过，就有民众表示，纸杯啊有一层防水的塑胶膜，嘛是塑胶，唔知要安怎回收较环保。环境部表示，纸杯啊爱甲纸类分开，唔通等共一位，因就会甲这寡纸杯啊送去特定的处理厂，利用分离技术，甲塑胶膜甲纸类分开，循环再利用。纸杯啊吼，其实甲咱迄个纸便当哦，很共款啦。吼内底吼，拢有一层塑胶膜啊，这个塑胶膜啊也有专门的处理厂来处理厂来处理啦。这个纸厂会当甲这塑胶膜甲这迄个纸浆吼分落开。环境部除了鼓励民众会当家己准备环保杯啊，嘛希望连锁饮料店会当甲循环杯业者合作，引进循环杯机器，互能量的嘛会当足环保爱地球。记者伫阿双柯敏济台北报道。文化新闻来关心3年1考的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是咱国家级重要的民俗文化资产，嘛是咱台湾的王爷信仰真重要的活动。昨昏是头一天，伫小琉球举办海上迎王，嘛请真侪信众去参加。一透早，东流山尾头就是人吵，但要坐船去到小琉球。屏东东港小琉球顶站乡镇3年1考迎王平安祭典，初三是由小琉球拍头阵，除了当地人回乡，还佫真侪信徒特别走来，再去交通船顶头，毋若是人，还佫真侪人要牵乌多摆上船。3年1考，我逐年拢有过。啊，等偌久啊？等了1点钟啊。小琉球赶过来，啊，你外地拢一定会回来。无倒来吼，过年无倒来无要紧哈，啊，就是一定爱倒来参加这啊。海面上的渔船全部拢有插迎王的旗仔，再去小琉球海上迎王第一个顺港口活动，由3辆江顶江庙新兵，还佫庙方人员坐渔船正式小琉球一殿，代表海上巡视扫渡千载，真侪信徒拢徛伫港边观礼，看起来是真热闹。预计今天的登岛人数会来到1-2万人，差不多半小时就会有一班，因为今天都是加班船的方式来运送大家过去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奉列做是国家级重要民俗文化资产，也正做台湾王爷信仰的重要祭典。琉球迎王吸引上万名信众游客来到小琉球，就经这交通的大拍角，警方也加派人去到现场疏开，还佫管制，好民众就要遵守警员的指挥，注意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南大天后宫9月28、29要举办虎城迎妈祖活动。今年上届特别的是妈祖的神轿是换一顶新的，因为本地神轿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一寡零件嘛廃去，所以即马庙方是请师傅做一顶新的一模一样。大做康好势，代表这顶轿工程圆满完成。这是台南市电大天后宫顶南马今年出门专门咧坐，
用一档的时间做好势啊。那倒并这顶是对公司10几年传承到今，因为部分零件尾气，佮加上修复30-40届。这回标委托木雕师刘正文用府城100年工艺加当入石榴来复刻全新的顶南马分桥，拢总是365地回斗插榫组成的。这个桥你好看啦，感觉讲有一个古式的个对啦。咱的雕刻品就是用台湾橡木来做，下骹就用咱的台湾的加当入石榴来制作而成。一切就是台湾橡木加当入石榴，伊有呈现一个对比的一个足好的一个效果伫内底。美好人员大概9位点向禀报，祈求迎妈祖活动顺利。经过了解，古早时代迎妈祖是6档办，到民国80几年变做3-4档一届。前几档要举办，煞拄着疫情来扰乱，这回让6档搁举办。庙方指出，今年恢复传统，限定4社门内各角头大庙才会使来到老街。古早时代迎妈祖只有府城内要开人参加迎妈祖，所以按今年设的规矩设较严。除非你是台南市4社门内的大庙，而且你要有寺庙登记，有做过大轿，有来请过妈祖。这届上特别的是，这大庙大武因愿意出门来参与这考迎妈祖。因拢古早时代足古早的大正4年到今，已经有30-40档无来参加迎妈祖。台南市地名小府城迎妈祖庆典，伫这个月期8要起稿。庙方指出，成就有双人的八卦汤，那呈现文教的雅气，规个工艺嘛增加出顺的光彩。那元教教士的收藏伫咧庙内做文物，展示互乡亲看。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南非有一只4栋大的非洲象8月底要搬厝，伊是退休了后要搬去一间私人的动物园。专家表示，象是真敏感，为着要互伊吓惊，所以无想要用麻醉的，是含伊先培养感情，再用食的甲绳，互伊去卡车顶头甲载走，一切是真顺势，嘛希望伊会当好好过伊退休的生活。查理沿着铺好的草，哪行哪食，就安尼一步一步来到拖拉机的后壁，关键就伫咧这个时阵。专家等一支红菜头，互查理，这都是伊上爱的。查理行过去，就安尼行入去大型运输人仔的卡车。今年42岁的查理，总算是开始退休的生活。过去伊有40年的时间，拢是封关起来的。He was born in Zimbabwe. He was caught from the wild to be elephant-back safari. After this, they took him to a cirque here in South Africa, and after a while and some year in a cirque, he became to be resident at Pretoria Zoo with other elephant. And within this period, he lost his partners at the zoo. He became to be lonely elephant. 野生动物的专家讲，象是真敏感的动物。查理伫个普勒托利亚动物园看起来是真无快乐，应该到爱互伊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心情的时阵啊。但是要搬遮尔重，而且阁遮尔老的象，并无简单。因去找捌搬过世界上上高档的象——亚洲象卡瓦南的专家哈里尔·珀斯来出动，在卖使用麻醉针的前提之下，先和查理来培养感情。本地准是讲爱几个月的时间，但无想到2礼拜，伊就互查理真信任嘛，对人咧甲叫拢有反应。那伊主动过来，就有小奖励，譬如讲会互伊金瓜、木瓜、红菜头。Because he was used to depend on us human for everything, for the food, for the care, for absolutely everything. Now he needs to learn what is to be an elephant. Elephants are intelligent animals, and we should not keep them locked behind bars. 在拖拉机内面的查理是经过几点钟的车程了后，先讲放载去一个私人动物保护区的新厝。对一只老象来讲，这算是强度真大的移转。所落来，查理会伫一个区域单独去适应几礼拜，等伊安定，就会当行入去野生的象群内面，享受伊的后半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4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大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